好，咱开始读。稍等，关一下门。1644年6月初4吼。即天呢，即天日子内底有高级大工 Simon Cornelis 吼，伊出去顺役啦吼，去应该是菲律宾遐顺役吼，去抢迄西班牙船吼。我搁自头开始读一遍好啦。6月初4，风甲天气像昨吼，下晡旁船欧兰迪亚号甲 Utrecht 号吼 ，Brack 号这三只，以及迄只抢来旁船来入港。上午就已经先看了迄只船只吼，即寡船只吼，迄只抢来旁船是因伫咧打到南边所拄着吼，下级大工。John Olofsson 报告讲，本个月应该是5月啦吼，5月16号吼，即嘛6月初4嘛，无可能本个月16号吼，6月初4，5月16号，顶头讲的迄只大篷船吼，都航离顺役船队了后，第三天被一只强大的即个西班牙快艇所追入。相当暗，因为转换航路来逃脱吼。随后伫本个月应该是讲顶个月24号吼，来到看会到即个城堡的所在，但是遭遇到阵风吼，拄着阵风，所以被吹去即个西南边去，一直飘到会当看到南澳的即个所在。伫遐又过3天，遭遇到对东北风吼。吹来即个强烈的暴风，高级大工 Simon Cornelis 也声称讲，5月22号伫咧卡波德巴里纳，这是菲律宾吼，附近被一只大船所追入。迄只大船叫做，迄只大船是一种叫做加勒耶船吼，因为伊大部分的士兵已经拢开动上述迄2只抢来的篷船派来处理，又搁。有2只伊的篷船来交互被制服的西纳人来驶转去西纳，所以感觉讲伊的力量无法度通对抗迄只西班牙船，所以含伊的议会商议讲对公司上好的对策了后，就是因参上出上好的对策了后，就含离该处，放弃顺役，也因此无法度搁去夺取传说中的。将会对安海简罗马尼拉迄第3只大篷船吼，因为因已经欠水，所以因的篷嘛完全拢歹去吼。等等，详情记载伫下咧伊的日记内底吼，咱来看伊的日记啦吼，伊的日记写即段过程吼。日记是对4月15号开始吼，咱来看，一直写到4月、5月、6月吼。写到6月初嘛，6月初4嘛吼，所以伫遮要搁读2个月的日子吼，所以就好长诶。4月15早起好天，趁着对东北风所吹来的陆风来出航。出港了后，甲尖路前往西方。一直到看袂到即个城堡的所在，阮就转往东南方，沿着海岸来航行。暗时日头落去了后，来到打到南方一英里的一里的所在，但是迄当阵完全恬静无风，继续来到半暝，才开始
吹起微弱的陆风，所以就趁着海水等于特调吼来飘往南方去。4月16号拜六早起完全恬静无风，阮就利用机会甲舢板放落来，要去海边啊找茶，找会当兄的茶吼。每一只帆船放2只舢板落来，日头冲悬的时阵，对西南方吹起微风，因此阮必须要甲阮的舢板甲收起来，阮就竭尽所能吼，这个竭我又搁袂记安怎读啊？我查一下吼，甘梨店。get 吼 get， 阮竭尽所能来抢风逆行，就是正风来航行啦吼。到日头落去的时阵，阮无啥物前进吼，无头前无前进偌济啦吼。迄时吹起东北东风，所以就约落伫暗时啊4点航行到龙桥湾的头前。伫遐，阮随搁准备好要上岸吼，要起山去抢水，并且去摕茶。第3天4月17号礼拜日早起落雨，有东北风吹来陆风，起山抢水，并且摕一寡茶。伫个日头冲悬的时阵，拢已经摕转来了吼。日头升悬啦吼，我袂当讲冲啦吼。日头升悬的时阵，拢已经摕转来，所以就准备好要出航。迄当阵吹起强烈的东北东风，阮就航离该海湾的时阵，约落伫下晡2点。阮离开的时阵，约落是下晡2点啦吼。来到南角外面的时，必须要甲2个缩棚甲收起来吼，缩棚伊只缩房吼，缩帆吼，缩棚，我就安尼读啦吼。日头落去的时阵，阮来到该南角的南方约略4里的所在，迄时必须要搁放3个缩棚甲放落来，因为强风对东北东风吹甲真强烈，阮就甲尖路指往南方甲东南方。安尼继续航行规工吼，伊知伊要去菲律宾啦吼，所以往南。4月18拜日早起好天，阮趁着微弱的东南风往西南方前进。中昼视界无看，视界无介远吼，因为天乌阴。你要讲这一暝吼，前进了17里。伊是写一昼夜啦吼，我即个昼我袂晓读，我来查一下，应该是丢吧？哦，读做丢吼，丢，日时就是丢吼，对天光到暗，这就是丢。昼夜吼，大概读做昼夜吼，这是昼夜，这是甘米店顶头安尼写吼，昼夜。我想吼，即种文言的讲法，伫大理大书店可能无收，咱来查看卖啊。大理大书店。嘛是有收啊吼，大理大书店嘛有收，伊音相款吼，昼夜鬼色是写讲，伊有写一个文字吼，文字就是文言嘛吼，文托音啦吼，文言书啦吼，
就是咱平常时讲白话袂去用到的词啦，吼，昼夜，因为你平常时白话绝对是讲早暗或者是一工嘛，昼夜就是日时甲暗时嘛，吼，应该讲早暗较侪啦，吼。我看一下日文版。昼夜，日文版写文，昼夜，写汉字，个边标音昼夜，昼夜。好了，当然咱即摆咧读书，所以咱会当直接读。这一昼夜前进了17里，渐路保持南方甲西南方，下晡。疾风就是足紧的即个风啦吼，疾风，疾病的疾啦吼。即字是读疾还是本调是第八声来看？对，本调是疾吼。疾我读疾风嘛吼，疾病或者是疾吼，疾可能是文音啦吼，疾是白话音。下晡疾风对东北方吹来，随后改对东南方吹来，后来改吹东南风，一直到日头落去。然后就完全恬静无风，一直到第二天早起吼，伊写意晨吼，伊阁是即种文言音吼，咱拢无机会学着啊吼。我自细汉校阮爸阮母啊讲话拢讲白话，无可能去用即种词嘛吼。所以咱来查一个意日吼，意晨即个意吼，华语是安尼学吼，咱迄个。对小学读到中学，读到高中吼，10外年安尼，所以当然是，尤其是文言吼，自国中初中开始就读6年的文言文吼，所以绝对是华语文言音拢会晓吼，大部分拢会晓。翌日就是头说翌日吼，古一个翌是读翌吼，像第8声元音吼。翌读放伫头前变调变较低音，就翌日吼，就是第2天吼，伊嘛是安尼写文第2天吼，就是意思就是文言词第2天的意思吼。平常时你讲话袂安尼讲吼。我看一下日文版，这去伫倒啊？OK。翌日吼，伊无解释吼，写一个文字，括弧文字，原来写一个汉字翌日，但是音标做有苦日子吼，这有苦日子，这应该是日本人伊的讲法啦吼，但是这毋是文读音吼，这应该是因的白话的讲法吼，所以。日文有即个好处，就是讲，伊用汉字的时阵，伊会当用白话音去注音，吼。所以翌日伊读做有苦日子，吼。当然，伊若要读文言音，用文言音的读法啦，吼。好，一直到疫情，吼，咱就照文言读啦，吼。直到疫情吼，咧就是拄则讲风改来改去吼，对东北、东南风安尼直长西，一直到日头落去，恬静无风，一直到疫情吼，这是4个18吼，已经第4天，你看伊拢咧写伫海上，伊也咱知影伊的目的地是要去菲律宾遐，要去抢人的船嘛，伊叫做顺翼啦吼，翻译是翻做顺翼，应该是本文。荷兰文就写顺翼，但是你若看顺翼，就知影伊要去抢别人的船吼。奇怪哦，迄当阵拢安尼
真假了，公开大家拢是爱擦吼。4月19，早起好天，空气阴沉，风向多变。西南小可渐进，安尼继续到中昼，然后该东南东渐进。毋知影身处何方，但是看见路上的悬地伫咧阮的东南南方，要讲距离差不多是10到12里，因为迄个悬地非常的悬，经过一昼夜的航行，该悬地已经伫咧阮的西南方，伫一昼夜之西南方前进7里，下晡变甲完全静息无风，然后我拢读做点钱吼。静息无风，点钱无风，一直到头班工，是啥物意思呢？头班工下底有注脚，我看卖啊吼。哦，留足久诶。第3个注脚写讲是暗时8点到12点，所以头班工是工扫，伊毋是写。这应该是岗哨的岗，这应该毋是岗哨的岗啊。岗哨的岗要怎写？我袂记。伊写一个山字头嘛，所以这是我是感觉伊是可能写毋对。头班工，头班的工啦，我读毋对啦。头班的工吼，咱来查一下这个监理店，毋是大理大书店吼。我要甲各位小解这个字，叫做帮理吼。就是各位惯去读班啊，上班迄个班吼。我先来查一个监理店看有。监理店，咻。咱大家通哦，因为这今仔日即工内底2个月吼。班监理店收，毋是，这是代理店去啊，这是迄个班吼，监理店敢若收拜甲班吼，班甲拜吼，拜是啥物？下拜，下拜爱下拜，讲话爱下拜，这监理店收的吼，伊就写一个拜，下拜。啊，当然另外班咱大家知影吼，就无爱讲啊，历句我都无爱讲，历史我无爱讲。过来是帮理，我讲嘛，OK， 我袂当用安尼查，我爱用音查吼，因为看起来嘛是伊即个汉字伫大理大书店嘛是敢若像班的音尔吼。我要查是帮。好。代理店呢，甲头班车一班船吼，咱惯势讲这头班车一班船，这你若用华语会用头班车嘛，一班船嘛，船班、车班吼，伊会用班字吼。讲啥？一班岗哨吼，用一班，就是一班岗哨啦吼，拄则咱比如讲头班岗有无？头一班的岗哨吼，伫台语内底呢是用帮字 ，PANG 吼。你若伫代理店，就是帮即个音，伊是汉字用帮忙迄个帮啦吼。帮忙即个帮伊第2个解说，就写讲啥物厝第几厝第几回吼，所以
咱看伊个历史，一帮就是一次一回嘛，吼，一帮车就是车次一回嘛，吼，一个车次，吼，华语安尼讲，迄帮就是那一班嘛，吼，头帮车一帮船，吼，这大家拢知。囝两帮，这是啥物？我看一下日本，汉语我袂晓读，看一下日文版。帮伫倒位？好，遮。寄两帮批，吼，寄两帮批，就是批送两遍啦，吼。比如讲，早起邮差早起送一道批，下晡阁送一道批，吼，寄两帮，就是寄两帮批，吼，就是送两帮批啦，寄两帮批就是寄出去，吼。好，这是帮里，吼。帮。我一直咧想讲，我要讲啥，煞想袂起来。好，转来遮啦，我转来遮。华语用班，台语用帮。好。哦，想来再讲，我拄则有想到一项代志要讲，较袂记。哦，次回吼，头一摆嘛吼，无帮车。好，想袂起来，实在想袂起来，歹势。一直感觉要想起来，搁想袂起来。咱转来第二只吼，头班工吼，头班啊，伊是写头班，华语头班工。暗时8点到12点，为什么？奇怪，我拄则无讲，所以我各位可能毋知影为什么我直直讲这个，就是头班工即个词，伫伊荷兰语用即个吼。荷兰文用即个头班工，头班的岗哨吼，来表示暗时10点8点到10点这段时间。稍等下吼，我荷兰文，查者荷兰文伫倒位？Google 翻译即个太侪语种哦，要找遮荷兰文啊，就好找。来，咱先看安怎读。Eerste wacht. Eerste wacht 吼啊，伊翻做英文是 First watch. 头帮的即个岗哨吼 ，first watch W-A-T-C-H 这是英文吼，荷兰文写做 W-A-C-H-T， 但是荷兰文的 W 拢读做 V 啦吼，所以读做 watch。Eerste wacht 吼 ，OK。好，各位以后恁吼。搁加一项技能啊！恁会晓读荷兰文啊！吼，好，转来第二只啦吼，头班工吼，这是伊翻译的吼。First watch 暗时8点到12点，你摆即个岗哨吼，摆即个卫兵啦吼。暗时8点到12点一帮，哦，因一帮卫兵4点钟哦，8点到12点到12点4点钟才会到。好，我搁记起哩，4个几号18，头班工，头班卫兵的时间吼，伫遮，第3吼，好，咱转来第2只继续读吼，讲
我搁头前搁加读一寡吼。因看到路上的悬地嘛吼，因为迄个悬地非常的悬，经过一昼夜的航行，该悬地已经伫阮的西南方，就是已经将要驶过去啊嘛吼。伫个一昼夜只敢若往西南方前进7里，下晡变到完全恬静无风，一直到头班工，才对东北吼。对东北，伊是时来疾风骤雨，对东北吼开始透风落雨，对东北方开始吼。但是只敢若伊是一个沙漏的时间，吼，就是即个强风疾风骤雨吼。我今仔日哪拄着遮侪汉字拢袂晓读，疾风做爱查一下吼，做我记得较早捌查过，但是我已经袂记啊。做吼，疾风骤雨吼，所以对东北袭来的疾风骤雨，这个时期我嘛小查者，我嘛袂记啊。袭来吼 ，SIP 第8声吼，所以对东北袭来疾风骤雨，但是只敢若持续一个沙漏的时间，又搁恬静无风吼。4月19日原是咧描写伫咧海上的情形啦吼，但是较特殊是即天已经看到陆上的悬地啊吼，已经看到落地。4月20日，早起好天，对东南方透出来微风，但是持续无久，就搁恬静无风。中昼发现阮伫北纬20度40分的所在。北纬即个纬，我搁复习一下吼，我记得是纬啦吼，希望无读毋对啦吼，久啊读一遍尔。徽 HUI 第7声吼，你若看到人的名叫做徽吼，蒋纬国吼，各位知影无？蒋经国因兄弟啊啦，当然毋是亲兄弟吼，因蒋纬国。中昼发现阮伫咧北纬20度40分的所在，各位其实我安尼练习吼，我台文的即个阅读阅读的能力其实已经进步足侪啊！吼，各位毋知有发觉吼？进步足侪，当然含一般台湾人比起来，各位实在是吼看袂到我的迄个车尾灯啊，吼足侪啦！我毋是讲各位啦，我是讲伫我迄个毋捌读过台文的人啦吼。这互阮感觉真惊奇吼！阮被潮流往东北方杀甲遮尔紧吼，因为根据阮的航行定位测量，阮才航行14里，下晡犹原是恬静无风，安尼继续一直到暗时啊。相款4月20嘛是咧讲海上的情形吼，无风，但是因为即个海流足紧的吼。4月21号早起好天吼，即个东海峡的海流足错流的吼。4月21号早起好天，对东北东方吹来微风。保持伫南方尖路动向啊，尖路应该是含进前讲的，但是我袂记倒位好。怀疑因都南即嘛东南咧驶吼。阮感谢万能的上帝，互阮开始小可有前进，因为阮已经真活近海岸。中昼的时阵，阮来到北纬20度26分的所在，根据阮的航行定位测量。阮往南航行4里，下晡对东方吹来袂细风，伫咧日头落去了后，开始落起一阵强烈的骤雨
就是大雨啦吼，足紧的迄个急雨吼，业着强大的四呐吼，弹雷、闪电、雷鸣啦吼，像是世界的末日了。到头班工的两个沙漏的时阵，就是暗时8点到12点两个沙漏时阵，才开始停落来，又搁恬静无风，一直到天光吼。今仔日海上一阵疾风骤雨吼，四呐弹雷安尼吼，像是世界末日吼，伊写这写的吼，迄真恐怖啦吼。422。想起来就感觉真可怜。伫咧海上，古早迄阵安尼拄着即个风影遮尔大吼，实在是，迄一定足惊吓。422，各位应该加减有看过迄个 YouTube 顶头有一寡船吼，大船哦，伫咧即个。那敢若风台天迄种足大迄种影，足大迄种风影内底安尼闪的安尼，咧冲影啦吼，头壳穿起来，佮落落规个渗落啊，规个沉迄个船头安尼插水安尼，佮穿起来安尼吼，安尼你安尼伫咧海上你走安尼吼，你会想会到讲迄偌恐怖吼，啊，这是即马船拢足大只吼。所以已经较知啊！你讲迄当阵的船，出水车安尼砍的安尼，无拄好拢变去吼。422，拜五早起好天，伫咧恬静无风当中，伫遮尔激烈动荡即个档里面啊，读。因为若照较早我所在嘛是读做动啦吼，动作读做动。荡秋千嘛，读做动吼。好，今日练修3、4个音吼。第一音长吼，长是啥物呢？长其实我嘛真接你讲，但是我音可能发毋对去吼，我拢读做水长，水长就是四字然后的。伊汉字是即个荡秋千即个荡吼，水长吼。我看伊个例句，过长水长就是甲人洗衫裤的意思吼。水长就是甲人洗衫裤的意思，水长吼。但是为虾米我拢读做长的音呢？我好，咱来查一下大理大词典。长，我拢读做水长，我记得我是安尼读的吼。我看要安怎找呢？先共款用汉字来找看觅啊。但是大理大词典汉字可能伊用无共吼，这是歹讲的。伊嘛是写长，汉字嘛是读。但你大词典收两个音尔，一个是长，一个是动吼。长甲动，动应该就是文言音吼。长是白话，所以伊写水碗、水汤啊等等，个长哦。来，我想着啊，阮拢读做第三声，所以呢，有时水长，对，阮读做第三声，但是呢。有时变调读做第二声，所以阮母伊会讲你迄用水烫烫的，伊会安尼讲吼，用水烫烫的，意思用水小呛呛的，小甲稍微清洗一下，稍微洗涤一下，小可洗一下安尼吼，水烫吼。这是我对阮母遐学来的词嘛吼，学来的音伊是安尼讲，水烫。但是大理大词典含。甘字典拢是有水长吼，各位着学字典的，着学词典的顶头的吼。长，我看一下日文版。好，长第七声碗加桶，伊是写碗OK 那多哦，44个。
或者是写有丝玉吼，水长吼，歹势水长。好，这是甘字典首的第一个音吼，水长。第二个音叫做动吼，动。拄则我讲动荡，台语读做动。第一个音是动，第二个音嘛是动。对我来讲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这读起来就读做动吼。好，动呢？动是咱来看吼，动甘字典有收一寡规则，就是第一个是水身躯的桶，水身躯的桶啊吼，叫做动，或者是大。就是big 吼大，或者是摇动嘛，叫做动，所以荡秋千就是动秋千。你若今仔日要空字笔吼，动秋千吼，荡秋千吼，动就是摇动，感动嘛是动吼，所以心内感动会使是，或者是行嘛是动，字姓吼都有人姓动的啦吼，这是甘字典吼。咱来看一下，台语大字典第二个音就写收动，但是伊敢若写一个规则就是姓吼，所以字姓叫做动。你若拄到即个姓，我是毋捌看过吼，姓动的吼。好，甘字典佫有收另外两个音，一个是痛，一个是痛吼。第二声甲第三声吼，痛甲痛意思拢相款吼，水身躯的痛吼。大摇动、感动、行字姓吼，拢叫做痛甲痛吼，或者是拄则讲动吼。好，这是即个平常时较罕你讲着即个吼，动啊，水长是诚讲啦吼。好，咱转来字遮，422拜五早起好天，伫个恬静无风当中，伫遮尔激烈动荡吼的潮流上漂流，使看着即个情形的每一个人，拢真惊奇。若像阮是伫个大风影当中咧飘摇。中昼，阮来到北纬20度10分的所在，伫一昼夜，阮前进3里半。渐路动上，下晡对西北西方吹起微风，阮也感觉非常的惊奇吼。伫如此恬静无风，如此老远东北甲东北东风的强大潮流当中，阮竟然阁会当南前进3里半吼。毋是伊迄算正老啦吼。迄个海流东北甲东北东，但是因南前进3里半吼。暗时啊，日头落去的时阵，风吹北风，如此继续到天光。4月23拜六早起好天，哦，伊是已經第幾工啊？15，一直到23就8工啊呢，哦。应该是第9工啊咧吼，船驶遮久安尼，佫还袂到菲律宾，哪有可能啊？当然，咱知影伊正风佫正流吼，定无风啦，无风定là是无风，啊佫正流啊，佫进前几工佫拄着迄个疾风骤雨吼，就是透风落雨，风雨足大安尼吼，风影遮尔大吼，漂了，四季飘流去吼。4月23。拜六早起好天，对东北方吹来微风，看见波居安内斯的岛屿伫东南东方。波居安内斯无注脚吼，我嘛毋知啥物岛。距离阮4里的所在，阮就将尖路指往西南吼。约了天光了后2点钟，阮看见路上的迄个。歹势，路
吕宋对吕宋诶，迄个官队伫阮诶东南方约略10里诶所在。那愈驶愈远。我看拄则看到吕宋即个岛的时阵，伊讲，伫阮诶东南方，约讲差不多10里到12里。经过一昼夜，已经伫阮西南方。哦，这是4月19安尼写，结果4月23哟，4月23已经经过4月19到4月23，经过4天啊，吼，竟然佫看见吕宋的迄个军队伫阮的东南方约10里啊，就无叮当。好，伫此处呢，阮遭遇着对西南方所流过来的强大的潮流，致到阮利用蜜蜂无法度继续前进，吼，你看海流遮尔错流吼，靠即个风根本就无法度前进吼。暗时啊，吼开始伫咧东北东方吹来较大的风，阮就极尽所能航往南边，航往岸边啦吼。伫咧日头落去以前，约2点钟来到 Cape de Bagador 边啊，哦，这应该是一个峡角啦吼，一个那敢若好望角，这个角是迄个意思啦吼。巴格岛即个峡角吼，来到 Cape de Bagador 边啊，但是随又搁渐渐无风咯吼。4月24，礼拜日早起好天无风 ，Cape de Bagador 伫阮的东北东方一里的所在。随调集议员来船顶开会，一直决议要按照指令吼，指令有注卡第5，我看嘛，指令注卡是写啥？按照指令第5的注卡，讲是互 Cornelissen 的指令吼，但是后壁是物件日期甲编号尔吼。所以内容毋知，咱继续看咧，无听后壁都会讲着吼。所以，阮一直决议要按照指令吼，旁船奥兰迪亚号甲Utrecht号要去瓦郡海边，日咱该动West， 哇，这字真哩长，我袂晓读 Westfriesland。好吼，要伫咧距离海岸2里的海上吼，拄则讲，奥兰迪亚号甲 Utrecht 号要去瓦郡海边嘛吼，啊，另外这2只叫做 Zealand 甲另外这长的即个，要伫咧距离海岸2里的海上，以便要追捕海上的篷船，就是等下要登岸啦吼，准备要来抢人的船啊啦吼。好，即个太长了，我。请 Google 读者互我听者学一下吼。Westfriesland. Westfriesland 吼 ，OK 是West Friesland 的意思。Friesland 什么意思啊 ？F-R-I-E-S Friesland。Fries， 好，西部的 Friesland 吼 ，Fries 就钱的嘛，土地用钱的，OK。等我开伤侪页吼，我甲一寡拄则看过甲关开。好，West Friesland 吼。Zealand 号甲即个 Westfriesland 要踮咧距离海岸2里的海上，要来追捕海上的篷船。日头升悬的时阵，对东北方吹起风来，所以就沿着海岸航行，约略行2里，
看见南方有一只细只西班牙船伫咧岸边咧航行吼，你死啊！你死啊！你该死啊！吼！但是阮假做无看着伊吼。日头落去的时阵，上率船只去挖近一个村舍，停泊伫咧该村舍的头前。但是阮继续航往最北边的岛屿，要去看迄遐有啥物清水通抢无？吼，抢水啦吼，抢水就是止水吼，就是台语的讲法，并且要命令 Utrecht 号起运 ，Utrecht 敢若就是乌兹我记得较早华语拢话做什么乌兹特勒啊什么哦，但是即只一定定拢即个字拢写 UUTRET， 进前应该是 Utrecht USTRETCH 才对吼。Utrecht. Utrecht， 但是 Utrecht. 若无 S 就是 Utrecht 吼，我嘛毋知到底是对啊毋对吼。Utrecht. 两个 U 吼，而且两个 UUTRETCH 吼。好啦，安尼我就照读啦 ，Utrecht 吼。并且命令 Utrecht 号起阮的其他的篷船遐，吼，就是阮继续航往上北边迄个岛屿，要去看遐有清水通抢无，并且要命令 Utrecht 号起阮的其他的篷船遐，传令讲因拢要跟倒阮，吼。暗时风多变化，因此阮的篷船因为无风，并且因为北即个错楼吼。北的错楼无法度来阮遮吼，伫咧这一昼夜前进5里，所以看了细只船当作无看哈，当作无看哈，无因这吼，这是来者不善吼，来就是要抢的吼。4月25号早起好天，有东南风吹来的烈风。看见阮的篷船伫阮的北边1里的所在，因为无风以及遮尔强烈的即个潮流吼，因为遮尔错流，无法度驶来阮遮吼。天光了后，阮看见伫咧岸边有4只甲5只的 frigate 船往阮驶过来。frigate 吼，一种船啊吼，伊嘛无注脚啦，毋知是对即种。4、5只船吼，往阮驶来。阮的药工拢已经坐满西班牙人吼，因为因非常勇敢来往阮驶过来吼，意思就是讲因遮好胆吼，敢来应该是人袂少啦吼，规阵的啦吼，才敢来吼。阮看见因了后，就一切准备就绪，并且挥动阮的西拿旗帜。做信号吼，阮是举中国旗啊吼，举西拿旗吼，做信号，用来命令迄寡伫阮后面的篷船爱尽力设法来阮遮吼，拍信号，互后壁人知，讲拜托紧来啦吼，即西班牙人规阵起我来吼，恁毋来斗相共，要即马规阵要相拍。但是呢，因却航往海上去吼，因都走去吼。阮看见迄寡frigate船吼开始接近阮，所以就航往阮的篷船遐去吼，并且来挥动迄个青龙旗，作为大家拢爱准备作战的信号。意思讲，大家抢备啊，吼，准备要相拍。上述迄寡 frigate 船吼，4、5只船看到阮遮尔侪人，而且聚集做伙吼，所以就随伫咧无风的时阵，无风当中全力航往岸边，完全来离开阮吼。看毋是说紧落跑吼，这足正常吼，大家拢是安尼吼。中昼对西北西方吹来微风，看见一只细只船仔往阮驶来，但是当伊看到阮对伊有所企图的时阵，哦，即只细只船仔目睭正金吼，看
看毋是势吼，办势无好，随航往海边，不哩个伊也吼无法度通选走吼，都袂逃不了伊安尼写吼，不哩个伊嘛是免想要走吼，因为阮有4只船追掠过去吼。伊伫咧水深两线海底沙一个海边趴定停船，人员拢倒上落地，总共7个人船甲走甲喷经，船甲无看人吼。当阮用舢板去，头前我讲的啦，一共7个人吼。当阮用舢板去迄个船顶的时阵，看见迄是一只商船吼，貌似啊吼。商船，因为伊早有约了60罐的阿拉克酒啊，敢若安尼尔。为此，阮互每一只篷船1罐吼，一人赏因1罐吼，哇！其他拢搭入去海里，以防发生不幸。为虾米呢？后壁挂号有注解讲，以防士兵醉酒误事。即马当要相拍吼，逐个办正事要来抢人的船吼，袂使啉酒就对，一人一只船1罐就好，分咧啉吼。甲迄只篷船拆伙吼，迄只船规个拆掉，用来做阮的茶吼。阮一寡容客船，阮一寡篷船的即个新茶吼，阮兄的茶。因为阮的新茶已经开始真得渴吼，得渴短缺了吼，得亏了吼，各位安尼。就是阮欠茶啦，所以规只船拆掉做茶烧吼，做茶来喝。做完即寡代志，阮每一只船又搁拢按照阮的指令来进行吼。风对西方来，阮要航往海上，但是无法度前往海上。因为潮流是北错流吼，伫咧头班港吼，各位记吼8点到12点吼，我著读头班港。港哨的港是要安怎写哈？阮即马连汉字都无啥会晓写，我是要查一下吼，港哨的港。港哨的港就是即个港吼，就是山里头的港吼。安尼我查一下即个，我读做港啦吼，应该对啦吼。来，大理大书店甲迄个拢来甲查一下。哇！大理大书店竟然无收即个。讲读做讲，高级音名吼，甘字典高级音讲。关山就是讲，关山是英文音啦吼，各位较关系读关山吼。关山，山尖吼，山尖关山拢是讲吼，所以各位知影讲山羊肉咯吼，就是即个讲山羊肉咯，毋是即个讲，歹势敢若无山里头，但是应该是较早应该有啦，有可能是后来简化去吼。山座山顶面吼，即拢是讲吼，讲哨吼，当然这是华语的讲法啦吼，台语是要安怎讲？我查一下吼，无呢。好，所以讲哨，讲哨吼，哨就是有3个音，哨、笑、笑、喙笑，嘿嘿。
哦，今仔日学着足侪字对甘字典学着的吼。喙笑就是即个扫，吹口哨迄个扫吼。伊写庙笑、笑字、笑字，即我拢毋知影意思啦。即我平常去知，因为甘字典足侪词吼，其实是无一定用会着的啦吼。喙笑，而且我嘛毋知影迄个来源是啥吼，有可能是，比如讲空气字典顶头有即安尼个词，伊就直接摕来用啊吼。好，喙笑吼，喙笑即大家即嘛阁有安尼咧讲吼，啊，但是喙笑啥物意思啊？唉，喙笑好，歹势吼，我来查一下喙笑。CHUI 喙笑 CHIO 哦，即嘛因为时间即嘛已经提早1点钟对我来讲吼，较无遮尔晚吼，我精神较好。喙笑就是口头回答，就叫做喙笑啦。但是各位理解喙笑的意思，我较早定定听人安尼讲啊，拢理解做啥，就是敢若靠一支喙尔，喙笑，就是即个人就喙笑，就是敢若靠一支喙啊，这写是讲口头回答嘛，意思拢做袂到吼。啊，足够讲啊，讲甲若敢若就伊足够安尼喙笑吼。好，为什么讲到遮来？好，扫讲扫的扫吼，讲扫吼，扫就是拄则另外拄则讲三个音嘛吼，笑着吼，歹势吼，喙笑啊，甲佫一个笑着吼，笑着即嘛台语嘛足接用的吼，笑着，真笑着吼，真喙笑啊，笑着呢，笑着，咱是我若学一个笑着。TIO， 即个我无想袂到，讲伫字典看会到即个词的啦吼。字典词典看会到即个词吼，喙笑笑着吼，我拢想讲这是足要来讲足乌的话，乌即字是我含阮阿公学的吼，讲足乌足乌的话吼，就是意思是足就我嘛袂晓解释吼，足地道啦吼，当然较好讲好听，足地道的即种台语吼，即种台语开口的话吼，足乌吼。笑着是动物细囝等等的活泼款式吼，笑着，即阵当笑着吼，所以动物细囝就是比如讲细只狗啊、细只猫啊、细只不管啥物件，细只鸡啊、细只鸭吼，因为细只嘛吼，因为细只所以活泼款式足活泼、足活跳的嘛吼。即种款式叫做笑着吼，即阵当笑着啊，当然这是延伸义啦吼，衍生出来意思种当安怎？当笑着，我嘛袂晓讲，当。正火红吼，即嘛华语，是哪句讲正火吼，真正当你红的时阵吼，所以当笑着吼，当你笑着吼，就活跳的嘛吼。喙笑是靠一支喙咧笑吼，啊笑着是规身躯咬活动安尼吼。好，这是笑字吼，啊，另外一个扫吼，另外是讲扫的扫吼，讲扫吼，另外就是第三声扫，或者是第三声笑吼，扫甲笑吼，扫兵吼，这是甘字典有收的扫兵。不，而且我就读甲欢喜，读个时间啊吼，8点32分，咱今仔即工剩最后2组个读了吼，并且命令即个 Utrecht 号去阮的其他的旁船遐吼，
歹势毋是较食。头帮公嘛吼，拄则讲头帮公，读到倒位煞要记。惊，就是看着迄只船顶头，看着只商船嘛，但是顶头敢若60罐酒啊，所以就好。即拄则讲过嘛吼，我就无爱佫讲做完即寡代志了后，阮就每一只船拢佫按照阮的指令进行往来自西方，但是阮要航往海上无法度前往海上，因为潮流是北错流。伫咧头帮港的时阵，点钱无风，暗时啊8点到12点，来回漂流吼，无风，结果遮尔错流吼，所以就互迄错流煞个行吼。但是是来回漂流吼。5夜以后，就是半暝啊了后，风初5落地，阮就极力航往一个岛屿，要去看是毋是会当呛着水。天光已经偌久，阮到遐，但是伫咧一昼夜，阮航行2里，因为虽然阮得到海风来前进，但是又搁点钱无风落。好，4月25，哇，这是要记一下，我明仔载输袂记，读到倒咧。4月25，好，今仔日读到遮吼，4月后手搁外个月爱读，因要去菲律宾抢人的船，抢到即嘛搁伫海上咧漂流吼。好，芭比拢有做笔记啦吼，马文嘛有甲咱写一寡笔记，但是咱马文讲号称口舌之快吼，叫做喙笑吼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啦吼。笑调好，今仔日学着一寡日字以外的词吼，甲字吼，诚趣味。安尼，咱后一回再搁继续读吼，2工后啦吼。安尼，明仔载休困，感谢各位，咱来关房。多谢阿段，多谢大家。